来继续是政坛消息，这个民众党才拄啊来决议，要互因的主席郭文泰请假到明年的2月28。不过周刊来压料，讲郭文泰顶2个月定巡的时阵有讲想要辞掉党主席，而且指定黄国昌来接班。所以郭文泰的政幕僚吴静怡就惊退了，讲民众党都是要互黄国昌来做党主席。黄国昌回应讲，民众党无代理主席的问题，讲民众党有家己的制度，无相关的人唔免伫遐讲一寡543来介入到民众党的党务。黄国昌也是本党的宝，也是现在立法院非常杰出的立法委员。我们都非常肯定他。民进党中央委员林浩然当着党内所有人的面，恶老到坐伫边仔的黄国昌，如今搁再有照刊压力。早到伫9月18，郭文泰放羁半个月时，伊就已经知影案情的发展对伊不利。订婚的时阵就讲要辞掉党主席，甚至点名要互黄国昌来接。黄国昌会不会知道说，其实柯文哲是想要辞党主席的？又或者是说，民众党的人会不会是听到但不愿意去相信黄国昌所转述的话？台湾民众党的制度岂容这种绿营的侧翼说三道四介入本党的事务？黄国昌唔接，也唔过党内有人要接。第2次会顾问蔡壁如在朋友的苦劝之下，私底下讲伊有意思要代替郭文泰主持党部，维持第3项的势力。甚至伫民众党员的群组，嘛已经出现听蔡壁如做主席的发言。听讲已经有一名党代表准备好势，那选调就要将蔡壁如杀去做党主席。蔡壁如有亲口说吗？他有说他自己要参选党主席吗？谁都可以选，但是选举的时间还没到啦。不需要底下你搞成塞狼啦。很多民众党在组织努力的人，他们是不愿意让一个比较新的刚加入政党不久的黄国昌来直接担任党主席。民进党打决定党主席郭文泰请假到明年2月18。基登讲谣言就传到满世界，马好白赢，后郭文泰期待小在龙头的大战，充满会有味。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